安平圣岳仑天主堂，伫安平小炮台的对面来设一座的马座，每一暗拢会点灯，嘛将做拍开新景点。淡市安平区的圣乐仑天主堂，逐年耶诞节伫要到的时，就会布置马座装置，开始预告耶诞节伫要到啊。我们的圣诞马槽，这个马槽呢，也是在全台湾省应该是最巨大的一个。马座的装置包括牛、牧羊人、小耶稣等等的人物，边仔阁有简介，互民众会当了解这个装置的意义。晚上都会照亮，天主是爱，耶稣爱你，平安喜乐这个，然后让这边也照亮这个城市。安平即马一到休困日，都袂少游客，嘛希望马座的布置会当吸引游客来遮打卡。